面，咱要请有一个专题演讲，要专题演讲以前，我想讲要来甲各位长辈考试。第一个问题就是讲，恁敢知影即摆台湾对一个党咧执政？恁晓会出来咧？哇，足巧的，晓着啊，一百分民进党的。你敢知影民进党迄阵啊，30年前创党的时阵，因的第一任的党主席是啥物人？哇，真牛啦，江鹏坚啦，第一任的迄个党主席，拢晓着呢。咱今仔这个主讲人江鹏传博士，伊和江鹏坚有啥物关系？对啦，迄就是伊的小弟啦。哇，我就知影讲今仔日爸爸节长辈大家拢足巧的。咱下面请江鹏传博士来甲咱演讲。伊的名就是爸爸的名就是何某萨，老爸的名何某萨。江先生，江博士请。各位贵宾，平安。真感谢廖阿姐甲电话呀，讲邀请我来遮爸爸节来演讲。我听了演讲我就惊，我讲来开讲啦，想想开讲嘛惊，所以我本来是讲莫讲好啦。阮了有一团一团歌舞团嘉南的歌舞团。我想想毋好讲嘉南，阮嘉南教会毋好讲歌舞团歹听阮有一团歌剧团本来是要来遮，干脆来遮表演因为拄啊这场队时间袂拄好，讲后边啦所以我就只好硬着头皮来甲大家开讲啦我特别要介绍我的太太来，所以恁看较详细因为伊即摆嘛是要来庆祝爸爸节，甲咱庆祝爸爸节。这爸爸节伊有特别意义因为无偌久进前我甲伊去碰到伊一个同学啦这同学毋捌看到我，伊壁甲阮太太叫伊边仔讲，伊讲，可是呢，你爸爸好年轻伊讲恁爸年轻啦，恁爸爸年轻，我甲伊差一岁尔啦，伊讲我好年轻，好啦，所以我特别叫伊来庆祝爸爸节啦。咱定定知影讲，咱母亲节嘉南教会嘛母亲节，咱的母亲节庆祝的时阵拢安尼足赞的有送花啦，妈妈抱抱啦，有流目屎啦，佮囡仔拢会唱《妈妈我爱你》啦等下咱的爸爸节有人去讲，有人甲我讲，恁爸爸节袂歹，你咧美国袂歹。有2遍呢，一遍美国的爸爸节，是台湾的爸爸节。我讲2遍，我想想嘛是敢若有对呢，但佫怪怪，因为阮顶摆咧嘉南教会那爸爸节父亲节是安怎？爸爸做爸爸当个徛起，就徛起，拍手扑拍，就坐落，就煞尔。无咧咪无囡仔来抱煞。咱今日嘛可能嘛是安尼徛起，拍手，佮坐落。1年2遍啦，拍手，是讲咱来感恩，咱佫徛起来袂歹咱徛起来。我紧来讲，我本来是讲我演讲较歹，因为我若讲超过30分钟我若你若听我即款声一定无胃口食饭啦声是有够歹听，我家己知所以我紧就来甲伊大家分享啦我因为阮顶摆搬的叫做
母亲的名叫台湾吼，咱大家拢会个念母亲的名叫台湾。啊，爸爸敢若无名咧，我常常想讲，啊，我爸爸名叫做佛摩萨啦吼。我就想到讲，我感觉讲爸爸的名叫佛摩萨吼，因为我这100多年前，我网络有看到一张这讲，迄阵咱台湾出口吼，上第一名，毋是台积电啊，毋是啥物脚踏车，毋是啥物，咱的茶吼，佛摩萨tea吼，卖甲纽约，卖甲南洋，卖甲英国吼，吼，伊们和女王讲，这是东方美人吼，啊，这迄阵的一张的广告吼。就甲上片的 cheese 吼，咱知影，咱即摆啉茶吼，甲放2滴啊 brandy 吼，啉起味道诚赞，恁转去参看卖吼，乌龙茶甲放2滴啊 brandy 啊。我是讲佛摩萨 tea， 啊佛摩萨 tea 吼，互即个大稻埕吼，规个起来，大稻埕就是因为茶起来，啊我咧特别讲大稻埕吼，因为我也是大稻埕的人吼，所以咱今日来讲。大稻埕的哥哥爸爸啦，吼，咱哥哥爸爸嘛是真伟大啦，吼。咱吼来先来小可介绍大稻埕的迄个 background 吼。啊，我讲，咱讲，咱这老的吼，倒会讲袂记吼，啊坐就害伊吼，啊来健讲的，健讲来讲过去吼，我即摆本来吼有早10点，阮即摆搬局的 DVD 要送互大家抽奖啦吼。啊，拄啊看大家咧，咱的书会吼，大家回答要对我奖奖，我想100张都无够啦吼。所以我即摆看倒一个吼较水的吼，我会先互伊。才10张尔。啊，健讲讲过去吼，迄话人个这少年咧毋捌事吼，拢咧甲咱消遣。健讲过去是有啥物毋对吼？咱台湾咱知影，咱真侪咧古迹保存啊，咱有人咧讲啊，古迹保存是要创啥？咱若有保存即个古迹的心吼，咱就知吼，咱愈怀念迄个所在吼，咱就会愈疼迄个所在吼。讲过去吼，敢若讲咱若加怀念咱的老爸吼。咱就会加感谢老爸，若拢无去想，拢毋知吼。咱来加怀念，讲过去，咱就感谢老爸。啊，来感谢老爸吼，就会知影安怎做老爸，做阿公啦吼。所以讲过去是对的，是应该，要定定讲吼。所以我简单介绍大稻埕。好。即个世界的范围就是叫做大稻埕啦吼。啊，咱网络上即摆嘛足侪大稻埕的物件，啊，咱会当注意去看。我讲一寡较重点着吼。即个大稻埕吼，咱世界内底诶吼，咱本来咱台北吼有3个区啦吼，艋舺即边吼，啊城内啊甲大稻埕吼。啊，大稻埕即个所在吼，咱即摆讲。你若要学政治啦，吼，咱念会看人讲政治啦、宗教啦、文化啦、艺术啦，吼，这大项吼，这社会大项大遮吼，拢会当学着吼。尤其这石化街遐吼，咱台湾一半以上的即摆的迄个家族企业吼，遐个人拢甲即条街有关系。哦，这造成咱大稻埕，咱台湾的迄个哈佛商学院吼，大家拢住遐毕业的。这是真有历史的所在吼。当然，简单讲就是讲，本来咱伫台北日据时代上老咧是咧艋舺城啦吼。啊，艋舺城啊，因为尾仔才大家咧拼即个码头吼，艋舺这码头城，所以你会车拼吼，所以遮个人吼，就是甲遮个人拍走，赶去。走去大稻埕，啊，才走去大稻埕了后吼，伊才大稻埕，就是讲人算不如天算吼。尾仔才即个艋舺遮的河吼，沙伤多吼，煞歹入港。
变做换大场埕迄边吼较好停存，所以商业才按迄边才发展起来吼。所以走路去的吼，都要全发展起来吼。这就是咱像周伟水的话吼，咱中国人吼，以前的中国人。几千年毋捌咧团结的吼，所以就是家己拼家己啦吼。这种泉州人拼家己，我会当骂泉州人，因为我也是泉州人啦。细汉时阵吼，阮老爸也是安尼过来，阮老爸老母安尼过来吼。就是这问题是讲，大家拢无团结，拢互相咧扯皮啦吼。好，安尼吼，咱开始进前吼，咱来听一条歌吼。咱再来开始。本来吼，我要甲大家问头一个问题吼，若问对就有奖品吼，所以我今日早10题来呢吼，所以我就爱细腻啊问，即摆若10个举手吼，我要安怎吼？即条就是拄啊大场埕进行曲吼，这张委员做的头一条歌吼，我今日我介绍这个人，拢一个大场埕，尤其是咧延平北路面顶的人吼，大场埕佫真宽吼，因为我这延平北路的人吼，我尽量介绍延平北路的遮哥哥爸爸。这张委员伊做即条吼，大场埕这物件，咱即摆这是一个音乐剧吼，这个音乐剧叫《四叶望雨》吼，咱知影这个四是啥物？一条歌。这就是李林秋甲这个周天旺吼，周天旺作词的，因拢是大场埕的人吼。周天旺是艋舺，但李林秋即马拢是大场埕的人吼。这四叶望即马这就是叫做四季红啦吼，月夜愁吼，望春风吼，乌夜花吼。咱即个歌即马大家还搁咧唱嘛吼，这是拢足好的歌，这邓以前做的歌吼，拢旋律真好，搁真高雅，你看文词吼，所以咱咧台湾人本来是真有迄落天才天分吼内底，但是吼你看不行吼，李子正的时候，日本人就改做军歌吼，叫这个邓以前吼改做军歌内底歌词改做军歌吼。甲国民党的时阵吼，搁变做迄种禁歌吼，你看台湾人太妙吼。但是吼，咱即马歌甲大家人人送吼，我感觉讲，咱即个大场埕，咱这台湾人的心灵吼，变袂掉的吼，最好的歌来吼。咱大场埕吼，毕竟咱大场埕即马迄阵拄啊，因为好家人啊，趁钱啊真济，好人侪，所以上主要的。台北的时代，那咧城内西门町也叫做日本的印茶吼，咱台湾人拢住喺食，拢伫大场埕食吼，所以吼，你看我大概讲，咱真有文化的所在啦吼。像即个玻璃路，内底会当听音乐啦，讲时事啦吼，讲文艺啦，讲啥物吼，但上重要即间吼，有人诚侪人要相亲的啦吼。
我常是要问讲，咱有人去即间相亲，还是去陪人相亲的无？若有啊，举手送你一块 DVD。啊，大只相亲有成的两地。安尼哦，哇！第三项题决定你着叫你办一道啊，请来。我俩那哦，都爱相亲的安尼。哦，我知伊走袂去啊，伊拢甲我咧拍乒乓。学姐吼，伊也用那国小大条点的人吼，咱迄个乒乓球啊，佮吼，佮真侪第一剧场啦，吼，音乐组啦，这拢是真个看戏的所在吼。我来跟你讲，佮甲这个音乐扬州过呀吼，甲老记布袋戏吼，这是布袋戏吼。迄个桥家有大桥戏吼，所以你会当想象迄阵哦，足老咧，其实哦，敢若戏哦，民保路附近的戏就十几间，你知吼，戏就十几间。这吼，互咱了解讲当时即个大桥顶吼是足闹热的吼。我特别要讲即个大桥戏啦吼，咱拄仔知影，咱有人去头前夜吼，相亲听古典音乐啊。咱去看话剧啦，遐有遮有演评剧吼，大桥戏大部分歌戏啦吼，佮大部分王者搬啥物你知？搬脱离舞你知？要问讲，捌去看脱离舞的举手？我知影袂人举手，我即摆讲，捌去看脱离舞的爸爸妈妈个个举手，我真袂。有影啦。我顶摆去看吼，是因为要考察民情啦。我特别为啥要讲这呢？因为吼，咧桥家吼有一寡人力市场吼，遐一寡人吼，就是讲往者按台北关迄边过来啦，有诶南部过来吼，要敢若咱即马风底部外港吼，有人要用食吼，况且若无人从倒仔行机开讲，有当时就入去大桥医院吼，看大桥伊无清场嘛。佮有冷气哦，所以遐人其实一般人毋是要看脱离舞啦，是要去安尼歇困啦吼。所以吼，我感觉讲，无管你是毋是去看脱离舞、看歌戏，无一个爸爸讲我安尼较无高尚，恁较高尚无吼。我感觉天下的爸爸都是一样的吼。伊咧为着迄个，咱大桥顶好嘅人真侪吼，酒楼也真侪，嘛有一群款善良人吼，都咧为着家庭打拼吼。我感觉讲，咱一条歌，咱天下的妈妈都一样的，对无？迄囡仔迄孙哦，手较点点叫，人会晓唱，即款恁这孙哦，无人会晓唱。天下的爸爸都是一样的吼。咱拜托先编一条，天下爸爸都是一样的。因拢是为了家庭吼，为着咧打拼吼。你看咧遐等人来叫讲去到冲土水啦、搬物件吼，我感觉咱定着爱纪念遮个爸爸吼。咱知影讲到大桥顶，大家就讲到酒家嘛吼，这是台湾头一间上名酒家吼，即款叫做冈山楼嘛吼。你看迄个艺人吼，来台湾时嘛带只板凳嘛吼，即个这是讲到大桥顶，敢拢着爱讲即句啦吼。大桥顶食台湾菜吼，听。迄阵台湾咧大桥顶真侪好家人趁到钱哦，趁到钱，恁知影，大部分人若趁到钱，就是要创啥物吼？就是定咧学做遮食老咧啦吼。咱定来咧讲咱这酒家菜、台湾菜吼，以前是也是无啥物酒家菜、台湾菜，以前吼四川菜啦、广东菜啦吼，或者福州菜吼。冈山楼是头一摆吼，按遮慢慢从一个台湾菜出来吼，所以咱台湾开始有菜吼，开始有一个名吼。头一项诶，恁也知吼，后摆来讲礼肉吼、鱿鱼蒜吼，这解酒上好啦吼，伊讲这解酒上好。五柳鸡吼，咱真不幸啦，咱到我即摆来讲台湾什物国宴，恁后边办国宴吼，就纯做霸王啦吼，迄毋是歹哦吼，但咱的迄落。国宴遐即款菜拢无去啊吼，拢敢若讲酒家菜无去，但是这是互恁看，当初这也是吼，咱的讲到好食的吼，我知道小阿甲
这柯文哲小可回一个吼，柯文哲一摆讲，爱去用请，啊一个人食9000箍，食这个话讲嫌贵，爱讲啊过明仔载哇，伊是去便所看讲，伊爱放出来，甲伊食75块便当共款嘛吼。啊伊讲诶，啊咱看起吼，迄落拢共款，所以伊领悟吼，柯文哲一摆咧演讲，伊讲伊领悟讲，咱荣华富贵吼，甲迄个大便共款啦吼。但是我想吼，伊袂记咧加讲一句，迄10000块的大便比个较芳啦，我想。伊是讲看个比个有较芳，所以荣华富贵吼，嘛是敢若袂歹啦吼。按怎讲咧，江山啦吼，啊敢若真好个人，啊官商啊名流拢住咧交结嘛吼，啊伊经营一身水，伊写讲，敢若去迄个江山楼，迄个用20万哦，我才用20万，啊20万是偌济呢？伊讲从一只细只飞轮机吼，1万块啦，所以去迄江山楼吼，会当买20只飞轮机吼，所以迄内底是真水，阁有庭园吼，阁当看淡水河迄边吼，那是真水。啊，迄艺大吼边仔有一间，因迄艺大拢有拄爱去培养的，拢拄爱养成的吼，毋是讲去啊就陪人啉酒安尼尔，拢艺大吼。因迄艺大要养成吼，艺大咧学啥物咧吼？因就较学迄落北管啦、南管啦吼，学迄落三弦啦、学扬琴啦吼，阁学作诗作词啦吼。所以来讲，啊细汉因阁就讲就爱日本总统府的小学义务教育毕业，伊才会当去啦吼。所以因有人咧讲，啊顶摆要培养一个艺大吼，比培养恁囝去做医生吼较贵个。啊，但是吼，到尾啊吼，伊个义旦有一个养成所咧江山路边仔规水街吼，遐有一间。啊，咱比做民国以后吼，因为遐来就开始规划成讲红灯区啦，所以啊，江山楼煞变做名敢若真歹吼，变做讲红灯区，咱艺本来是艺大经，咧训练少艺大的吼，啊，种艺大是敢若陪人吟诗作对，卖艺不卖身的吼。啊，你啊变怎的时阵吼，啊，所以有人咧讲，啊，毋捌看过艺大吼。就袂当无资格甲人讲大条条啦。我是讲我毋捌看过艺大吼，所以毋知安怎。我高中的时阵吼，就想要去看看，我安尼行过噻吼。我高中的时阵无想讲行迄条来演讲啦吼，毋是要为了行咧准备的。所以我穿着检点的制服哦，真了不起。啊，要行去，要去之前吼，有人甲我挡啦，讲你袂使去啊啦，你啊去啊吼，你搁挂目镜吼。你行过迄条归水街吼，人内底迄艺大吼，迄即摆已经毋是艺大，迄查某妓啦。迄走出来吼，甲你抢目镜吼，目镜你若有抢去吼，你就要缀入去吼。所以吼，为着要看，啊，搁要行过啊，所以我行过遐时阵吼，目镜拢甲拔过吼，啊行过。所以我有行过遐，但是啥物拢无看到。啊，你毋知当讲大条条，是讲毋捌看过，袂使讲大条条。哦，这就爱学甲安尼吼，伊才会当毕业哦。啊，咱知影尾蒋渭水吼，有带一个妾啦吼，伊就是即款艺大出身的吼。啊，伊个怪不得伊会还能够水吼，啊，佫足有才智，啊，佫会斗阵带咧，算到参加这政治运动吼。啊，蒋渭水过身时阵吼。伊讲无嫁人问讲，啊，你若要搁嫁，伊讲我若有人甲我介绍比蒋渭水搁较伟大的，我就嫁啦吼。啊，所以30几个吼，伊就遁入空门吼。所以即款的吼，是毋是真？即款岁月吼，实在是真甘心嘛。阮某来讲，岁月就是岁月啦，无啥物甘心啦。吼，是啊。咱来吼。咱来讲大条条吼，我就几个所在要引出咱的迄落。大条条的建筑吼，啊真水吼，大家有时间去遐踅，各种建筑拢有啦吼。
这是即个顾家的即个厝吼，因这个后来我紧紧讲吼，这迄阵的吼。大场了后，足侪即款所在吼，拢装一款雕花，迄阵大家咧炫富啦，好野人真侪吼，恁兜要创，阮兜嘛要创无，所以足侪雕刻拢有即种巴洛克式的吼，这是几个代表的所在吼。即个是大场来教会吼，阮太太即个教会吼，我等于教来去做礼拜吼。这本来是互拆去啊吼，尾因为佮伊起门面落去吼，这我甲大家问即个问题着吼，我即句无法度讲大家答对的吼，互恁奖品吼，但是我拢有咧看啦吼，我咧看，举手举真紧的，毋对迄嘛有奖好啦，甲恁考一个吼，这是大门哦，正门哦。伊是个正门，正门哪会无大门啊？哪会边门啊？哪甲两个门？无大门，这是本来起的时阵，迄个形就是安尼吼，迄就是以前吼，大阵仔教会吼，咱若要做礼拜吼，查某徛一边，查某行一边啦，内底查某坐一边，查甫坐一边啦吼。无像咱即马大家大门吼，翁仔某牵牵的入去吼，迄个时代是大场顶是无安尼吼。你看，所以甲咱两个门，查某行一边，查某行一边吼。我拄仔从迄三间的目点咧引出一个问题吼。咱知影古早日本人就是按规人订路吼，按人民北路一日礼拜，无啥走动啦，一日礼拜人民北路。入来，有人来开城门吼，入来人民北路，去中山堂吼。古早清朝巡抚的伊办公室，因个府就是咧中山堂啦吼，入来吼。所以当时即马这高政府吼，高官面的老爸吼，互人大家改卖啦吼，讲即个甲日本人从啥吼，这拄啊吼，我拄啊讲迄间真至少了就即个陈天来吼，大家知影伊真好个人吼。迄间大场顶教会吼，这李春生吼来落关去的吼。即摆迄个国父就变做因的龙兴幼稚园啦，伊本来园管就是日本政府吼，互伊即个盐的专利权吼，所以趁真侪钱吼。这陈天来先生，伊去捐足侪钱哦，这音乐啦吼，去。第一剧场啦，去音乐组啦，去对音乐啊、戏剧啊、艺术上吼，伊也真趁的钱真侪权的呀吼。这李春生迄阵是大场顶第二个好家人吼，头一个好家人是邦桥迄个林家的吼，伊是第二个好家人吼，伊捐真侪钱吼，有即个教堂吼。所以咱即摆来讲讲，咱是要留啥物？世间人，互咱的子孙吼，咱即摆留一个名吼。当然，当初开即个社门，互日本兵入来，这高显明大家知吼，李春生嘛是有去斗开社门，互日本兵入来吼。大家咱也无咧骂伊吼。当初开即个社门后一个原因啦，就是讲台北吼已经足乱吼，就还是希望有一个政府来吼，小可管一下吼。所以出发点拢讲为了迄边的社会的治安啦。但是会差得多咧吼，所以咱即马长辈大概较无机会参与政治活动啊啦吼。咱真侪出发点拢真好，但是刷落去点就困难啦吼。有没有对价关系？有没有好处？吼，你若有后壁若有好处哦，你要讲头前就歹讲吼。高显就是后壁日本政府互伊即个盐的专利权吼，后摆佫骗啥呀？所以得到真好诶。好处，李春生无人咧骂伊，伊无对日本政府提啥物好处吼，伊家己生理人趁真侪钱，捐真侪钱，所以共款一个开社门的动作，效果会无共吼。所以咱来注意，咱会留啥物互囡仔吼，咱希望咱留来后摆去做真别人的祝福啦吼。尤其咱即摆李春生吼，你看教会从啥会互伊捐出来，互人，咱这是咱今日。各个爸爸真伟大，咱今日无
无要骂人啦吼，咱是咧我感觉吼，我紧紧吼来，感觉讲咱哥哥爸爸真伟大吼，我记几下咧就该当结束今日的吼，这是太平东，咱在延平北路迄阵叫做太平东啦吼，来讲太平町、永乐町、太平东，我就讲太平东的故事吼，我记几下故事，感觉咱大长町的哥哥爸爸，咱的哥哥爸爸吼，实在是真伟大吼。哥哥爸爸咧大长町做真多善的代志，真水的代志吼。善的是啥物代志？铺桥造路是毋是吼？迄当然是好啦吼。但是我即摆讲的吼，比迄更加伟大的代志吼。因为咱定讲善啥物，讲世界人上帝甲你讲，啥物叫做做善事吼？咱定讲恁所有的宗教拢共款啦，拢劝人为善啦吼。啥物叫做善事吼？伊要叫你做啥物？伊是要叫你吼行公义、好人民吼，存谦卑的心吼，做这三项吼，甲上帝同行吼。这四项代志吼，你免好人，你嘛当做善事。无你铺桥造路嘛得钱嘛吼，你做即句项就是做真好的代志吼。你善良人会当做即款代志吼。我记几个例吼，因为咱若讲到太平东哦，我即摆讲这店全部咧延平北路一段二段面顶啦，短短几百公尺哦，台湾规个历史吼拢咧遐吼。今日吼，你看是活41条蒋渭水吼，8月初5，今日8月初5吼，伊也来参加咱的即个中会会吼，今日8月初5，4世纪念日吼，蒋渭水吼，我就小可小学一下吼。这是希腊神话内底一个图啦，我敢若讲一张了吼。希腊神话的图吼，我定定拢在小可讲一个希腊的神话，讲一句话。人咧讲，你若在西方教育，还是西方长大吼，你若毋捌希腊的文化吼，你叫做无水准啦吼。所以讲吼，小可小者表示我介有高尚安尼吼。这是咧讲有一个。咧希腊的神话一半甲即个大力神赫克勒斯拢有关系。有一个女神界，两个女神界可以选择讲你会当嫁足好的子，你也是要来为社会、为即个国家、为人类做甲轰轰烈烈的代志吼。伊就选择后壁即个人吼。当然伊做足侪好，但尾仔嘛牺牲嘛吼。我讲这就是要讲，连蒋渭水。咱大看蒋渭水迄个相哦，迄阵实在是帅哥啦吼，比我较缘投啦吼，像我足侪人比我较缘投。伊个吼，佫读医生，佫有钱吼，伊会一生趁真侪钱，嘛通做啥物吼？伊咱知影咱台湾红罗酒，红罗酒做代理哦，所以伊会当选择过真好的日子吼。对啊，安尼即个日本式的法院伊会当选择咱无选择者。伊选择去用定去用贵的食啦吼，这北史的迄个人讲这是蒋渭水的别庄啦吼。我知影即间，因为阮大姊吼，上大姊嘛捌去用掠去即间啦吼。细汉阮知阮老爸重男轻女嘛，阮大姊是足聪明的，但无法度读册来去帮忙家计去卖碰西顶摆碰西是管制日本时代就卖就定定走迄个日本刑事掠去，就掠去即间夹枕头夹我家叫吼，所以我知影即间是啥物吼。蒋渭水定定有贵的即间吼，我讲伊就是选择即条路啦吼。OK 咱讲行公义吼，咱讲这面包路真侪即哥哥爸爸吼行公义，行公义是啥物意思？咁样困难吼，其实无啦。你著看到不义的代志就敢发声啦，毋是点无出声啦吼。你就是行公义足简单吼，毋对就讲毋对吼，该争取的该争取吼，替人争取吼，即款叫做行公义吼。但是这讲较简单吼，付出的代价往时足大，你知无吼？咱知影。即个拄我讲迄个蒋渭水已经伊即摆一个义美经内底，佫行落去南京西路甲延平北路
路口吼，咱这大家台湾拢绝对知吼。搁说落遮，就是即个228即个啦吼。啊，咱台湾人死有遐济吼，因无做啥物歹啦，就是敢若行公义，毋对的吼，出来讲尔吼，出来讲的就杀去吼。所以行公义毋是遐简单吼，付的代价是足济啦吼。但是因尾啊结出果子，我感觉啦吼，即个台湾民族即个观念吼，开始按遮开始生根吼。以前咱台湾人，敢若讲啊，国民政府退来台湾时，你大概想讲啊，要回归祖国吼，拢即个意向在，尾后发现讲，也是伫即个屏东即个土地，即个村的拢是外人啦吼，所以即个根吼，拄才终于觉醒吼。啊，这牺牲哦，甲咱这台湾民族这个观念开始萌芽吼。咱当然咧对抗日本政府的时候，有这个台湾民族在正经甲根深蒂固，我感觉是按遮开始吼。啊，当然蔡英文是讲哦，即摆2020年要来报告啦吼。啊，知影伊个足趣味吼，因即摆国家的档案内底袂当解密啦，袂啥物，迄个物件吼，讲对起来很拄好啦。228公尺啦，吼，堆起228公尺啦，吼，这明明足趣味吼，这是互咱知影。啊，我要讲即间吼，恁可能大部分就会较毋知吼，这搁较行落去离大遐落去吼，这金城南医院吼。啊，这间医院是即马咱也有机啊会当参观啦，迄是关了政府啊内底保存古早医生哦。医生迄落看诊的啥啊，即摆内底有一寡互你做文体活动吼。啊，即间厝即个医生叫郭乾亮吼，迄是咱知影咱台湾一个公共卫生的之父吼，咱知成功北长人啦吼。啊伊这阮太太因的隔条的李伯啦吼，啊以前咱叫柯贤德医师吼，伊的爸爸。啊，我遮要讲的就是讲，以后一个后生吼，郭宪忠吼是仁爱园的院长，迄阵啦吼，啊，是啥物代志呢？就是共款228的时阵吼，咱知影林立雄的囡仔吼，啊，甲咱阿嬷相生的囡仔有抬死吼，啊，因迄个老大林万金就来送去仁爱园吼，啊，迄阵即个宪忠院长讲，无讲安怎吼，即个一定要来救我吼。足全力救我，一定来救我，因为无救我吼，咱台湾会阁乱一阵啊？为虾米？因为开始警总调查局就咧讲，啊，即个林万金哦，已经有判入凶手啊，啊，即个凶手哦，熟识人啊，吼，就是要讲啊，恁遮古早在党外遮个人干的吼，啊，你若把你林万金啊过星期吼，伊就报死无对证嘛，啊，就开始安尼报，啊，咱就吼，台湾规个民主运动的退哦，毋知阁偌济吼。所以真侪，迄阵仔时阵啊，真侪人为个即个仁爱病退祈祷吼，啊，即个柯贤忠医师吼，奋力抢救，伊本身也是外国医师啦吼，奋力抢救吼，啊，终于吼，我本来想是要搁甲大家小可介绍讲，啊，讲今日是88节日子吼，啊，我若讲到这吼，就无法度继续讲落去吼。你敢若想着讲，迄个上一仔囝过身时阵吼。喙还阁要夹着吼，咱看吼，这林万金讲，我记个上龙秀的面吼，我大汉时阵吼，我要家己坐伊的故事，伊会当做即款代志吼，这是无简单的。啊，即摆是即个困难题啊，这条上困难啊，这若知就有够啦。我敢若就像我古代档案摕出来吼，一个叫做李东方，一个丹尼尔。你知李东方是古代台湾的迄个历史的学家吼，啊，这是报纸有一个，啊，你查丹尼尔，啊，我甲恁参看吼，大场顶的人，下面报啦人，比我年纪较大一寡，大概知影吼，迄阵是社会事件吼，即摆来看，毋是社会事件，什么事件？哦，这就是吼。遐，你遐有一间画廊吼，伊这施显模，迄就是去遐因的后生施显模，啊去法国留啊，啊交着即个丹尼尔，啊有囡仔爱转来台湾，
啊，尾这等伊个带囡仔来申请哦，啊个，迄阵间这简单的代，咱即马吼讲小三哦，逐工报纸一盘从写小三规大堆，迄阵的社会讲，吼，嘛即个讲啊，你即个吼，敢若安尼现代士兵贵啦，什物人咧是王宝钏啦，什物吼，啊尾啊吼，规个社会指责即个等伊个吼，啊即个法国的，啊即个李董啊，甲收走讲。快囝回小啊办一个身份，啊，甲囡仔从了才去吼。啊，即款代志我主要今日毋是咧讲这，即个无讲真伟大啦吼，我就是咧讲这个，共阮即个画行吼，伊的顶仔骹吼，我讲伊顶仔骹的代志吼。咱迄个时代，台湾也散食嘛吼，啊，一寡囡仔咧卖物件吼，啊，共我即间画行，即间徐建兴画行的顶仔骹吼。有两个囡仔也咧陪迄落樟脑丸啦吼，啊一个就是阮四哥啦吼，江本杰吼，啊一个阮二姐啦，啊大个拢在咧陪，我厝诶散食加减卖啊卖樟脑丸嘛，啊阮二姐就讲恁哥哥阿健哦，细汉哦足无胆诶，细汉囡仔大我讲卖炒丸啊卖炒丸啊，啊才人家行啦，紧酸啦，我毋知紧酸紧美个。啊，就阮二姐来拄出来甲人卖卖，啊卖了吼出去，伊阁吵出来啊，讲卖炒丸啊，卖炒丸啊安尼啦，啊无足无当安尼选来选去啦吼。啊，这无当的江本坚吼，阮四个吼，共阮坐下吼，伊一共去坐下啦吼，伊共去坐下吼，啊这为什么安尼转变的过程，我就莫讲啦吼，我是甲你讲一句话，我要来美国的时阵吼，伊甲我讲。啊，团啊，去美国哦，毋好讲参加政治活动哦，啊，毋好来参加什物同乡会哦。你若拄啊创哦，后摆我后面我就袂当出去美国佚佗啊。遐无当啦吼，到尾啊，我等去台湾讲，阿囡啊，你台湾变啊呢，我共同要后面当袂当转来呢，你安尼哦。啊，咱吼，啊，我就要讲即个是有啥物关系吼？咱知影最近国民党改换主席嘛吼，啊有人讲，哎哟，啊这个吴敦义甲这个洪秀柱嘛在和嘛吼，伊个人讲啊和啦，啊所以吴敦义回一句话讲，啊无你著请因建议讲，啊你著叫洪秀柱转来大家合作嘛吼。吴敦义讲即句话讲，党的前主席吼无可能回中央服务啦吼，就讲做个党主席，我你要叫伊啥物吼？啊即句我像着讲。拄啊，敢若阮大爷做即款代志吼，阮大爷尾后，即个迎接柯信良登台湾做党主席，柯信良先生佫叫阮哥哥甲伊帮忙，伊主席了，讲好甲你帮忙，伊主席佫转来做秘书长，吼，伊讲哪会袂使呢？阮哥哥讲一句话吼，伊讲好的领导者吼，也是一个好的被领导者，咱即摆看足侪吼。咱的民主导师哦，有诶安尼足激烈咧，从这伊做领导者，你若要叫别人甲你领导，他就不要了，吼，这是无简单的一件代志，我可能也做袂到吼。所以讲，这从谦卑的心吼，我想这是阮哥哥互我就干那即点需要，剩下拢赢伊啦。我就是无法度从谦卑的心吼。上尾啊，我来甲咱介绍一个真简单，我特别来讲批画，因为我老爸嘛是做批画啦，吼，啊出批画啦，点批画啦，吼开始。啊，我讲即个较共地同即个阿善的皮鞋吼，啊，即个阿善的皮鞋，即个叫做罗水木设计吼，爱洗啊嘛是真辛苦，啊，有时趁淡薄仔钱啊，跋筊吼，叫人跋筊啊，了啊，搁叫出批画，啊，定定。4个月去甲，哦，我叫人定讲，啊，这阿善的吼，以前吼拢咧乌美林啦，迄阵红来哥啦，这酒家吼去共插批画，啊，这个经啊，逐个讲，阿善啊，再叫阿善啊，再叫调的啦，吼，那个插批画吼，啊，家己慢慢做，即马台湾已经200-300间阿寿皮鞋吼，啊，伊讲伊做啥物代志吼？这个阿善的批画吼，这个80个才受水吼。伊80个进前讲，我敢若信阿拉啦，
毋是你著回教的啊啦，是我啦。讲我敢若姓啊啦，伊无咧吼，尾啊，但是即个咧，伊安尼伤细吼，伊做一个生前的迄个告别礼拜吼，恁咱看迄个高宗明牧师咧食吼，即摆拢是咧大潮亭教会住的吼，伊讲伊要甲上帝同行啦吼，我主要是咧讲吼。小可讲，甲某讲的，虽然今日毋是母亲节吼，但是我小可甲某，因为我逐摆拢想着讲，人们讲一个成功的男人哦，成功以前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哦。我要讲这个伟大的男人，当我一讲若成功以后哦，背后都有一大堆女人啦吼。咱即马讲成功前的女人哦，但是罗水木成功以后哦，嘛是敢若一个啦吼，所以咱认真无简单啦吼。我来讲牵手一世情呢吼，伊即个太太吼，虽然是敢若算作童养媳啦吼，虽然落来即个罗先生咧厝散食，虽然拢甲牵条的，伊敢若妹妹安尼甲牵条，伊就感觉大时阵哦，换因太太甲伊牵啦吼。我头一摆去大潮亭去看到这个罗水木先生时，我讲，伊两个老的吼，那定定四季拢咧牵手啦吼，无讲他都要 catch my eyes， 四季拢咧牵手。这个太太毋通敢若牵因先生吼，伊就讲牵规家，所以太太牵规家信主吼，牵这个罗水木信主，伊太太也毋捌伊啊啦吼，伊按规家来相信上帝吼。即个罗水木先生也真够处理，伊的财产拢分互因囝，伊家己留1%，做伊家己的所为，是要行拍高尔夫、关机啥个吼。伊一生吼，伊讲人讲你捌骂恁某，伊讲听着咧陪父啊吼，佮骂伊啦吼，这无简单吼。若做干的人举手2块 DVD， 我知影这送袂出去，无人敢举手。所以吼，因为我特别要讲，咱有一条歌，咱讲咱有人咧唱讲，中山北路行7摆有无吼？7摆啊6摆我袂记。但是我延平北路吼，太平东我行700摆吼，因为我一边是永乐学校，我咧读小学学校咧行迄边，阮老爸是卖花店吼，即丰来阁即边吼，我就行即边，所以规工吼，即边行来行去。我毋知是毋是想着讲古早，迄阵毋知冥冥注定讲，我有一工会住在这东北，甲大家分享。我小个时阵行去读书的时阵，佫无聊，佫活入去乌美林大酒家去甲扫一个，派一个主办人来看，讲内底是我一个人吼，互赶出来，拢是互赶出来啦。但是就看到讲迄酒家女吼，我拢会穿个旗袍，拢穿啊足悬的吼。迄个我迄个时代已经无啥物才艺啊啦，拢甲咱靠迄个旗袍，看啥较悬咯，生意较好。酒家女拢安尼坐椅啊，有编号吼，你哪会要叫几号呀？我想我细汉小可不记，我哪会知影即款代志？但是我知影原来有一工我住咧演讲，甲伊讲。阮老爸吼，伊无啥物长风高高的代志哦，我会当讲讲一工哦。阮老爸叫我讲伊是偌伟大，我当咱即个。对方毋是爸爸，爸爸真伟大嘛！我要叫爸爸讲，我想毋知要讲啥，30秒就无啦吼。我老爸吼，咱知影古早咱个时代吼，囡仔多了无，甲囡仔无啥，差不多10个兄弟姊妹嘛吼，10个囡仔。咱即摆爸母吼，拢咧甲囡仔来互动。阮老爸来甲阮这10个互动吼，我想伊变过动。所以我拢无咧啥物讲话，所以我也无印象。我敢若一个印象，伊规工吼，甲我要甲我插皮话啦，吼。细汉就开始到我大汉吼，我美国转去吼，那一不小心佮看到皮话，我插甲紧，插甲我会受气咧。我讲我头长乱眼咧，身躯乌麻麻吼，我敢若迄张皮话金死死吼，足歹看的啦吼。我会晓骂啦，但是伊就敢若会晓插皮话吼，伊剩诶无啥，就是要甲我插皮话吼。我插皮话。惊我就是讲天下的爸爸都是一样的啦，吼。伊王家就是伊要上好的互你啦，家己毋甘用啦，也无讲啥物才能。阮爸爸上好就是伊共批话会晓插金吼。我去做啥物，我来行一遍，我就甲阮爸爸
挂便当啦吼。啊，尾仔我要用即条歌吼来结束吼，今日演讲吼，讲挂便当。今日老蒋你有来无？哦，OK 好，哦，真好真好吼，我要来解，因为我需要，真是，因为我甲阮老爸挂便当哦，挂毋知几落年，搁一年吼，我拢毋知影吼，阮老爸食啥物吼，阮老母同款来叫我挂，我来挂去吼，啊，落哪行啊佚佗，我毋知影食啥。到一天我看到咱一条歌，啊，咱有一个词讲啊，这是互我想到讲，天下的爸爸都是一样的吼，因拢毋甘愿，啊，上好的拢留予咱吼，啊，咱今日父亲节，咱用这条歌来孝念咱的老爸吼，大家无管有咧食无咧食吼，咱纪念咱的老爸。啊，这条歌是一个向阳先生吼作词吼。啊，史金如，咱湾区有名作曲家史金如女士吼，推咱作曲吼。我有进前有甲伊问讲，我好势都爱遮办无吼，我有先甲伊答，我想不到讲，毋若讲 OK， 今日搁来吼，啊，咱甲伊欢迎一下吼，史女士吼，史金如女士。
感谢江博士甲咱分享遮尔啊好的过去的即个信息。我的爸爸今年的正月过身，听江博士的演讲，深深互我唤起我对我爸爸的思念，甲即个回忆。真正感谢江博士。搁一遍祝各位长辈，爸爸节快乐。我嘛是搁一届多谢江博士哈，因为咱这台湾大家回想过去哈，真的是都是一段很甜蜜又很心酸的历史哈，所以真多谢伊哈。